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周日表示，如果韩国按计划与美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，将损害朝韩两国重建关系的决心。据报道，华盛顿和首尔将在8月下旬举行一次联合军事演习。英国外长拉布表示，他不可能到北京出席2022年冬季奥运会，并称英国将在适当时候决定政治外交层面的代表级别。当然，东突厥伞等问题非常敏感。拉布补充说，英国将在适当的时候决定政治外交层面的代表级别。由于网络黑客的攻击，意大利拉齐奥地区由于冠状病毒疫苗的预约系统已关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所有系统，包括该地区的卫生门户和疫苗接种网络都被禁用，疫苗接种可能会出现延迟。阿富汗南部坎大哈机场当地凌晨遭到塔利班武装分子发射3枚火箭炮攻击，其中2枚击中跑道。阿富汗官员表示，事件中5人受伤，但跑道受损，所有航班紧急升降。塔利班已攻入西部赫拉特省南部的经济重地，至少5个地区爆发冲突。在乌兹别克斯坦，根据总理阿卜杜拉·阿里波夫此前发布的指示，该国机构之间的官方通信，所有地名和街道名称、术语、组织名称、招牌、广告和公告都将使用适应拉丁字母脚本的乌兹别克字母。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星期日在发表电视讲话中表示，下次大选将在国家政治恢复稳定时进行，同时根据法律将需要6个月时间筹备选举，因此缅甸的紧急状态将到2023年8月结束。在缅甸政变发生以来，武装部队并杀害了939人。白俄罗斯短跑女运动员克里斯蒂娜·齐马努斯卡娅8月1日表示，她在东京奥运会上抱怨国家队教练后，当天被违背自己的意愿带到东京羽田机场，已被卢卡申科当局遣送回国。不过，经媒体关注后，她本人并未踏上原定被送回国的班机，暂时受到了日本警察的保护。